来继续来讲，这个家己的铺子，这担水果担卖10外档咯。头家咧写往来真厉害哦，一刀到底，写一粒只要12秒，在地人拢叫伊是往来哥啊。看头家咧写往来，伊的动作会当讲是紧、向、准。哦，真厉害！你写往来吼，速度足紧的。人客拢学咯，到底这速度偌紧的，马上来见证一下。古人有2步7啊，这往来对起头写皮到彻底，就是一刀到底。伫嘉义县铺子卖10外档的往来担，头家快手看过人客拢学咯甲达志。伊讲除了实力以外，还佫有秘密武器。这个刀啊是乌钢的，啊另外现做的，啊伊这吼较轻佫好使，写佫毒来。这地做钢刀，互伊写往来是写甲安尼写叫，写一粒平均只要12秒，即嘛是往来大出的时。因为疫情影响到外销市场，目前内销是量较侪，所以近期往来价真少。即嘛食往来当着时，大概不妨加价挂。